你说下个话忙也哦，真正的就孙公话个都不是，哎，你还没做正事，去做多事的时候话个都是真的话，啊对，你看人吃无水不咯？啊，这咁下路啦，你无来跟我斗下就我惨咯。特别一吃无水，唔使去虾米，啊多非常无讲，按照你吃緊你流嘅嘅，我睇落去多吞落去了，馬仔啊！你吃水不嘛就臭味，你吃无水不嘛就臭味，放出来先得味味啊！要做好来出事5號款嘅當值，帶你去出事，頭前你個仔出事是正面傳正，還是冷，還是謙笑？這個是對正事嘅行，正事你做嘅行，你看。第二，你要出事。做人，你要出事是戇仔戇孫，還是你要出事咧？大佬是去賣鬼，還是去想講入地頭？這個是對正事嘅因果。第三項，你要出事落金運轉，還是無運轉？為人來出事，目睭青嘅，還是遐臭味人，還是？一目睭水是水，特別一個目睭看拍照嘅，一個水是大佬，你做好嘅怎樣？你真係水，特別有氣格大佬啊！我咪睇白紙就講咁樣，出事聰明無聰明，對正事，第二項出事要相互對真正運轉，有個人水是水，你看伊卡A淡薄，下落淡薄。啊！你等到水是水，特別嘅手啦啥，要手實啲，都叫做 deformity。有人出事，即個花開冇叫 heavy，對住打落嚟，有人出事11劑、12劑，打落嚟，正事應該冇運轉，有人出事，按照一邊一打，冇管一打，一邊一打，正事應該。看了不完全，如果是做完全，Acakawalisu atra gacantu dewata Saddamang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dang Dhamma sawanakalu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kalu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kalu ayang badanta Upose Tiếng lê bài hoa chí công Long châu lan ý lê Xin khao ý hình tòng Our triple actions Physical,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s Kalau si cha si lat Ingko lat Sila ingko lan kiểu hình anh bún khuy khi lại sa sila lan so choi mi kya tuy sila no hong bin sila chỉ hong bin si con hô tổ tệ sila hong bin si con bồ hô anh nó bị sai con hô bồ hô lanจะไปไปหูเดลังโจฮามิมิกาเซียวฮามิมิกาอาสิขาชิวโจฮามิมิกาเซียวฮามิมิกาสิกองฮามิอามิวาไอ้ดูปุ่นคุยขวา这个这个娃娃讲也是这个工课我用手做的，是道德也无道德，安尼要观看是安怎？哦，这个工课这个娃娃讲啊，有贪有嗔有痴，就是讲恶来。若是讲啊，无贪无嗔无痴，无贪无嗔无痴，就是讲道德真正好的物件。啥物物件咱做本是像讲阿嬷，若是讲拗。人破病了，你若是早去摕摊配，啥物事去摕摊配就是讲我看着我妈伫拗安尼无好事，像我周边就是吉善我妈伫坎坷，吉善是无贪无嗔无痴，that means 一个人即点的功德，若是算起来就是道德的，若是讲伊。啥物事你总去摕摊配，安尼一个人，我要互人知讲，我真正有孝我爸母，了我是大回路了，马路来，要互人看我知了，头条我知讲，
มาแต่มาจะไปเกี่ยวร้อยอะไรไปจูกว่าสาแล้วว่าข้าแก่พอข้าแก่จูอีกอีเจ้าจะสิงกว่า那时候看着这里就是路，还没属于咱们教个嘞，妈那股要ทำปุ๋ยมัน那都清的，妈那股起一家，意思是讲想个马仔，我在就我渐哇甚至马仔伊要做瓜晒是我在就，我的名为一写较大字淡薄，我谈较济安尼样就是讲。对这边家己分开看，我的想是垃圾，安尼咪是我贪。阿媽嘅計會我袂較計淡薄，阿媽你這個船針啊，攤到都無人用啊，互我一支來了咧，你知啊小妹人都無送過，我有送過淡薄，我本愛紀念你阿媽，你互我是這個好無？啲土，了啲漸啲真對大母，唔是正實有效，這就是講啊，看去查去你心嘅內面就是有貪，了就是垃圾了。不過，咱不管是聽人講，免做好啦，咱唔使去拍槍人，唔通去撈人，夠熱了啦，未落地嘅。這句話唔通講，人哋冇得我講，這條嘅我讀個人聽。Abhitharita kalyane papang cittang nivaraye dandang hi karoto punyang papasmin ramati mano， 這個就是講人啊，不管是漸愛自己做好，你若是幫無做好呢，伊心 automatically 所想嘅物件是有貪嗔痴，所以你人看，今日你啲聽，看下點聲你啲聽經，你嘅心無貪嗔痴，特別睇嘅經濟係聽人講，其他都來食，不得我無食我就知道。每天就聽人想未食了，睇啲驚咗又冇，直接要去猜，冇人猜，誇心，啲誇心入邊貪錢刺激了，所以就冇得講啦，就大媽講 make haste in doing good， I good 啦，漸要自己做好 ，take your mind from evil， 漸損壞你 mind 有入貪錢刺無 ，for the mind of him who is slow， 那是絕那是。較慢，較想講分段做好呢，出垃圾接了。อันนี้เราเนี่ยไม่กวนสีจังการเขาเลยขอสัตว์หูกวนสีแต่จะไปช่วยขโมยลาสามเนี่ยอุ้ยไปช่วยที่ยุดเขาวิที่ขโมยลาบินี่ยูซ่งอีกเราเนี่ยไม่เป็นสิ想กวนสีไปเขาวิที่ลาสามเนี่ยสอใจผู้สอใจอีตัวบัวเนี่ยเจ้าแล้วอุ้ยที่เลยหลังน่ะที่ก้องเอาว่าไม่โจโหว่าแม่นโจโหว่าจะมีโบโจออกที่เลยอุ้ยจะมาที่ใส่ดองก้อง想個ที่เลยป้องกัน好嘅人無半個，咁咧好嘅人去大白位啦，成日講目間大興啦，一接人佛教成日興啲目間嚟，啷種人啊對佛教嘅人愛去大啲目間，邊下這邊佛教嘅人無 ，that means 這個所在就是講無好嘅人就是意思是講惡嘅所在。所以講like a city no good people 無好嘅人就是講這個市場正是講惡嘅人。嗰時行伊講像一個大巴呢，好嘅茶人直直站，好嘅廠人直直站，每來村下面這個巴士一剎，特別嘅茶嗰啲無巴行好嘅茶，嗰啲怕茶。所以講like a forest all the good wood missing， 所以就要做好。人做好好似我有講攞刀了，我講這個10項就要做，這10項我唔係佢講了。咱逐個咱去做好咱會精神要關，睇到叫這個經要叫你人關咁樣，咱嚟譬如話，這個保施受戒戒成，今日咱摕一項做好來保施。那是這個人那是去做保施嘅點聲，伊個心有達人這個八項嘅精神，頭一項嘅精神是安怎樣？像個一個人一看到一個去食來呢，就看到呢，伊主動伊手飲嘅地歡喜伊夾一口錢下落伊換，下落嘅時真正歡喜伊下，頭一點這個精神，所萬那啥歡喜，也那三拜有當，伊再講。我的責任是
爱做好，人看好我就要度人。这个就是讲啊，伊相信因果，这个5点的好了。第3项，伊 automatic 随随无人教伊，伊随随饮的茶啊拿出来。这个就是讲啊，像 automatic 主动家己发起来的。像甲你看有的人要叫伊保险啊，唔使讲，若是逐个拜，你看我去啲爱啊淡，去到呢，车伫门口，若是照好款的人，你看伊才看着呢，破摊停开，足伊走去走卡，第一半半落去，欢喜讲哎，世间日我摊保险，但咩啥？伊欢喜心。第2點伊是啥物？伊知讲保险是好的物件，正福。第3點，主動伊家己發起來的，即個就是講頭一好款的第一好的啊，即要算講好的精神頭一項。第2項的精神安怎樣？伊看到去食下來，伊歡喜，你知講應該就要保險，保險是正福，但你叫伊去底盤，還是叫伊摕錢出來，伊垃圾摕，唔使啦，我內本拄好開呢，唔使。所以這個叫做 hesitation， 伊無講逐快摕出來，伊這個就是講啊，有打力起來就淡薄，這個就是講 induce， 像有人教伊保險好嘅歐面，像一個囡仔呢。他讀冊囡仔，一看就去食啊，就去食啊來歡喜，才講哎呀，這老伯來，應該我要啊，我這邊茶啊本有500錢，也互伊，就也互伊了啊。伊講唔是也互伊才講茶啊有500錢，但保險是好，但你垃圾忙的茶啊鹽條，哎呀500啊，差點我要去不緊，馬是日本無，你若是講啊，白伊安尼是過上那就是講 hesitation。啊是有的人伊爸母教啊各位啊，这个阿伯去去食阿伯啊，如我先互伊差点啊麻烦咯啊，所以嘛教伊的，伊才拿出来，这是第2點会好，即頭1點会較好，頭1點伊才 automatic 家己拿出來，第2點是伊爸母教伊，你垃圾摕出來啊，但係講較濕淡薄啦啊，这个第2點。第3點的人啊，你若是講啊，你看若是講一個啊，一個會上行過，一個囡仔看到伊家己，伊想講伊主動伊舉手禮啊，舉手啊禮貌拜，歡喜，但你唔知講拜這個是蝦米意思？我逐捌看人看到會上拜，我本拜。伊戇拜，且伊無地位講拜，這個就是啥禮貌，伊唔知，這個就是講啊，伊地位無，伊歡喜心，然後伊個一下 automatic 家己舉手拜，但係伊來拜蝦米意思我本唔知。相間呢，有個人伊念經，再講念經，啊你老咗哦，逐人來看念經，伊本講我要念經，我本會曉念。但係直直念蝦米伊唔知，好啲大陸我唔知，但係我看大人做我愛做，隨做無人教伊嘅，這就是講第3點嘅，伊無地位，到這邊有人看好啊，淡仔頭一個啊，伊保險嘅啊，伊有3條筋係咩啊？伊啲保險嘅時，伊無貪。伊無錢，伊無愚痴，還是講唔知，伊知講保險是好，但係伊有3條筋嘅人，但係3條筋啊，萬一若是這個因果要拖伊去出事啊，這3條筋，看這個因果若是有力響無響，有個人啊，伊實看到伊歡喜，另外真正歡喜，我當然啲隨伊落出來，伊累出來，垃圾。過了啊！唉，這財氣啊，真係按照破產的來徛喺我門口，財氣啊，這個就是較上，3個斤真正上，3個斤較無上的是，看到啊，破產來嚇，了
保持是好，保持是好，然后啊啦，摕钱出来是好，但是我钱本是安，较但讲较欠实，这个就是讲三条筋较无力。了淡仔第二条的本是三条筋，伊三条筋有力无力，但是咧好较无力，你看人教伊做，伊嘛你才做啥？啊，到尾去阿伯来了，你有先可以啊好阿妈。呀，一类慢慢，哎呀，last 个阿媽講念就還我無，啊，安尼好起啦，所以心歡喜有看到老阿伯伊歡喜，但是拉薩有啥講摩托車踏 brake 幫無了，無認真，所以這第二個本是三條筋，但是三條筋較無力，然後這個第三個就是講啊。兩條筋啊，安尼蝦米事？伊看到伊歡喜，佢了有就無貪，無錢，啥講無位，啥講無聖地，無貪無聖地。但係講拜會上蝦米好我唔知，就是無地位，所以伊是無貪無錢，無痴伊無痴是地位伊無。他那第四點啊，一個人因來看到。啊，看到啊，怎講啊，回想歡喜啊，阿媽回想來，伊歡喜。第二項，伊嘛歡喜，幾落，所以伊嘛教伊巴路才有禮貌甲咧。特別再講阿媽叫我幾落，好啲大路我唔知，所以地位無就是講啊，這個人這個囡仔，伊兩條筋。靠較無力個，安怎叫做無力？你看無貪，伊無講貪心啊！叫伊互伊錢本伊會好，還是叫伊摕物件伊本會好？至少照點聲伊無貪，然後伊嘛叫伊貴，伊嘛你才貴，所以是人教伊才貴。但係貴了啲道路好，伊唔知，所以這個是講兩條筋啊，無貪無錢，無痴伊無。無痴就是地位伊無，所以這個四條的這精神，四點的精神，兩點的是三個筋，但係這個兩點，一個真正三個筋真正強，一個是較無強。強的本有關頂、架頂，還是中，這個無強的本是關中加架。所以他聽我慢慢才插來講啊，所以你看這個四點的精神，逐個人哋做好是這個四點的精神。攞來個四點，這個四點是啥物啊？伊這個若是看到去食啊，伊無講歡喜心，看甲操心這阿伯逐個來，忙摕浪啲地啊，摕嗱100錢啊，主動伊家己攞出來，特別個心。無歡喜嘅，伊無歡喜，唔是講伊有認心，伊無認心。但媽看到是媽媽破產來歡喜，這個看到安尼正嘅心，這個是叫做 indifferent 嘅心，這個就是講啊，伊無法嘅歡喜心，然後伊知講保死是有因果，然後。伊隨摕出來，所以這個物件，這個第五條啊，有兩款的心啊，有一號款的心是講啊，伊是戇唔知的講啊，這個看到這去食啊啥，戇的，伊個心平，這戇的平，唔知對倒落好我唔知，啊，這個回想唔知得到無得到我唔知。這個就是講，伊有配架，有像戇的有配架，特別有一號款的有配架，完整的有配架就是心平，是蝦米啊？有個人伊保持，逐日保持，今日伊看到回想，伊要保持，特別個心無歡喜的心，伊個心平，這個是完整的，因為伊做甲關係了，伊個心邊啊啥，袂講。真正歡喜，你人唔先看啊，逐個關係，逐個一個啊，啥講人來地緣啊，哦，你愛出，我聽講一個做好我愛出，
特别出甲尾来关系了，看到人来呐，一个查某来是要地缘，特别若是看这边的心，若是无欢喜看到这查某，就是讲落沙去了，落沙去就是无啥物好的心了。特别再讲一来爱地缘，特别无法欢喜心，因为心是有别卡，有别卡是中度。这他对我贴白讲个人就听，这就是第5点的，第6点的就是讲因为心本无讲欢喜，了伊相信因果，了若是讲阿嬷教伊马路来讲先摕类出来，当妈的第2点的就是讲看到伊欢喜，他那伊看到伊无欢喜，伊心正。做这个第6点的，就是上加大妈顶面的第2点，第2点的就是讲伊欢喜的时，然后第7，这个伊看到无欢喜，唔是讲伊心正，伊无相信因果，所以你就讲看到若是去食看到呢，了忘了啦，人讲看到了好了，好的大路我唔知。了，这个old man搭过来啦，伊心正，然伊随压落出来，这个是第7个，第8个就是讲伊看到的时，去食来，伊知伊心平，伊心无讲大发欢喜心，了伊也无相信因果，了特别嘛讲，有钱无有钱，那你看咧，看有钱我拿钱互伊，200钱互伊，伊。慢行，摕虾米好虾米，伊就是讲hesitation。这边我好simile确定，甲了互人看才明白。我讲淡薄故事，人听了才明白。上个我不管是爱讲这条经，这个布达加萨巴的点声，你看这个马带这个查某，带这查某去暗，这查某12岁呐，这去到暗了。这个囡仔12岁来看，阿妈安怎向边安尼坐人，所以嘛讲囝位向边去捡这个金，然后伊人要做砖，要起这个布达加萨巴的塔，安尼就嘛讲了，随主动欢喜，哎呀，安尼伊人去捡金，阿妈，我这阿毛棍正有一条链子，会使无我好欢喜。这是叫做头1点的精神，一下来一看听到人讲，上边去捡咧，随欢喜发起来，妈，我这边有人地，会使好未？妈讲你要好，这边嘅妈伫讨好伊欢喜，相信伊再讲，这个是好趁正福，人无人教伊家己扶起来，所以这个是3条筋真正强。还没受这个囡仔12岁囝。伊会谈着这款的精神，无人教伊。你看有的人来囡仔你甲伊讨物件，伊买互你，但是这个囡仔就听着讲人伫捡金要做这个起这塔，要做金砖，要起这塔，安尼就伊automatic 家己，这就不大讲，这个就是苏门答沙哈个当，真正快乐的精神，伢那300有当。有地位，上家你讲，无人教伊家己扶起来，一点的精神是真正大，3个斤佫袂要紧，佫真正强。因为这功德太强，伊这个精神8项，这个1项真正有力。噗，无就顾这个囡仔教完，未教完的时，无类人的囝。咱武大点声，伊来出事无类人了，这个是对伊互这个金仔伊去出事天顶，一个天顶甲一个天顶大甲300条因果了，伊来出事，这个武大加萨巴点声伊来出事，因果了来出事无类人，特别因为这点的精神，可以去伫出事天顶的太强，伊关系心有了。功德你对伊条因果了，落来一个，伊嘛无类人，伊嘛讲
叫诶，都去参加嘛买油，安尼叫去买油，去买油那一看到去啲店，看到咧店诶房间门口多油料，所以头家就弯去后尾去摕啥油来，就摕油一堆咧参加嘛人入去后尾。要入去后尾过咗房间，一看到房间一吨的涂骹金器噶咯，你讲这安怎咧金器倒啲涂骹沾上个山咧哦？阿娘都看到虾米物件咧？金器来，你看伊福气安尼哦。安尼虾米事啊？这个菜只妈的阿爸烧金器，下啲汤大啲水井。了，伊也未死的是讲鸟的，我若是死了，这个金器，甲了大啲水井，你挖起来，了你要卖，你看要安怎做就做。所以爸死了去挖起来，安尼虾米事？这个人无福气，无因果来挖起来，甲了变做麻毒甲火炭，安尼你好，了朋友讲你唔使好，无听到这个家伙唔是你的。你挖起来了，你倒去到房间收好好，我听到一日一个啥讲有福气的人，一看到唔是上来你看，一看到是宝来，那就是这个囡仔来买油的是看到，哎呀，金器多啲涂骹，所以菜站仔人就知讲，哦，这个囡仔原来是福气的人，讲起来对得咯，就是经过一保守咧，金的是个功德开发，安尼功德一买啊，像讲了，个三个人讲嘅物件无了，像讲赔本放了，伊味个有淡薄，安尼几粒了，一看这宝来，安尼一菜只嘛人讲，阿娘你落去互我看，伊落去咧，照一看伊是落巴肚，但伊下啲菜只嘛就放着个手啊是金起来，伊下啲菜只嘛头家一看，哇，看了是金起。在这个囡仔，所以12岁啊，人讨亲了，买来这个查某囡仔，然后伊人交长大了，带去了，就是啥，摕来做新妇。但是萨利布达离开世间，谈巴黎的马拉离开世间了，点啥？去做老弱，这个查某不到钱啊大，高月了要生了。所以一条人也应该鸟真正饲养伊，安尼知讲这个囡仔是真正大福气的囡仔。教完落去了啊，这菜只妈甲了讲甲新妇，这个家伙甲了是女的，了我人老人我路食，你教我人就好了。你看无理人的囝来变好家人了不要紧，啥都不大死了啊，一点点要去上升。了也叫人讲啊，唔关讲，新妇诶，你9月了，你不到咧大唔通去。特别这个，就伊发现老姐唔通去，伊去摘花加这个香水，要去拜，就要去拜了啊！上边拄好人老热。一只枪像发烧，对只人走来走去，这查某互人打死。所以看少年死，当然来想看这个虾米事，咱伊安怎伊安尼死，做好的人安尼安怎样死？安尼虾米事？伊这个囡仔是伊谈着这个头一点的苏门那沙个当亚那三拜当阿桑卡的讲，伊功德太强，伊要谈这个人的上古啊。这香菇甲这个心对得到来，对应过来，应过来太好，不应该来做人，甲老，这做人是苦，所以要迄个这个人的香菇，要来去出事天顶，所以这边就敲着打死人了，噗，天顶了，天顶出事的时，水个落来感谢咱这个武道。安尼再讲，今日我出事天顶，就是安尼我来捧水呢，捧水甲花要来去上升，安尼我是，所以这个你看，伊这个囡仔功德了，伊过来做，啲家伙个不要紧，过来做好，
做好啦，你看安尼上古安尼啲坎坷，一般安尼教去，所以真正精心。第二点嘅精心，有个人爱做好啊，做好，来啦，来参加我啦，我今日做单啊，啲这个来啦，下落我来啦，好，我来，就欢喜而来，再讲博士真正好，特别。安尼累积未出，唔使有时讲啊，唔是讲无累有累，但係来要定你行死，要放你行背，所以这个物件，伊是叫做第二点嘅精神，伊叫做什么那沙个当，真正欢喜爱做，那三百个当，就是讲啊，伊再讲做这个物件是好正确，伊杀生甲你讲，伊他妈喺头前是阿生甲你讲，即杀生甲你讲。有 break 要开，这边我讲一个一条告诉人听话，这个 Brahmin 真正无类，红某哪人公司一条啥这个人讲要去行破，个人人要破一个较水的步，破啲上古，跳到安尼红某公司去一条步，了去到了若是去食请的是军队里教的那么啊。若是某去大波人就高处，若是大波人去某就高处，安尼这条有个这条步呢。安尼一日不大讲经，了人老人拍水，就去头先了这个某讲有的时我去，了某去听经。一大波人这个不面暗暝去，6、7点去不大讲经，讲经一听了入心，哎呀，安尼不大讲做人。孝上对啲大路啲波斯啊，那是全国无波斯，只是孝。安尼直直想，哎呀，这条经不但是要减轻我知，我今日孝甲300一条步路人公司，袂使啦，这条步我把来波斯啦。啊，这下听经啊，要心发的波斯，特别咱大人有耐心，你人唔先看，你做好的事做好。去修改，但是修改点啥？戆鬼，这今日用啊，买大尖了，这来去古条的这个暗做虾米？去看戏啦，去倒落啦，去佚佗啦，人哋要去倒落佚佗，人顶啊，你按照买去无几类呐，你惊个要出类啊，你个买去，你来大啲这暗啲苦啲斜尖啊了，你做虾米戆鬼？我无戆，你无戆啊，你戆，你看人大人啲做你。几样来去暗啲修改，心老弯，伊叫做啥 divided mind， 莫话叫 conflict。所以这个人你看要踢出来，这条步要压出个波斯，我一个对界先讲，你若是波斯落去，你个波本未摊出来，你本未摊出来，白过，那是安怎？哦呀，你唔通我咯，烧叫起来。要他讲个，我听，我入心，波斯啦，就是我无波斯，我今日安尼看过，波斯，要起来，你波斯落去，对前在你波的名路咪，你波斯咧，我做安尼做，个 break 个 stand by 咧，安尼啲，一个讲好，一个讲卖好，一个讲好，一个讲卖好，7点听看甲10点，就是头家了。10点听大家2点，嗰啲要起個落，個起，過2點了嘅時啊，叫做第3間了。第3間佢冇得啲講經，一人直直來聽。拍贏了，我拍贏了，又拄好昂大啲邊啊！下面這個人講伊拍贏，拍下面贏，所以叫人去問伊看，你拍贏下面。你讲啊，哎呀，我这个耐心啊，水点精啊，6、7点精啲老汉，一个叫我波斯，一个叫我唔当波斯，一个讲你波斯落去咧，我会搞到牙咯，唔知，你本无摊出来行，伊本无摊出来行，未使。伊讲我，本来我加嘴基金拍到咧对界心，我波斯叫了谈了。了，我听讲，哎呀，这个人安尼看过一条波路人公司，我上哩路条，这上哩路条就是安尼拍到一个
叫做他们先拍到了，老鸟来，老鸟一个下落不大卡位，他将不大一昂宽，先老鸟可以不好不大，可以四条一本好，四条好昂个可以八条一本好，未来昂可以16条一个好。你看，伊拍到了，伊就讲啊，放了，还没不买了。未来这个昂上的32条，了拖甲伊，到人老去两条，一条好路，一条好来无，路要好路做路好，马路啦，你看，像讲伊心嘛，马路像讲在安尼，就咧国家基本，所以摕30条好，两条一老了昂看，哎呀，这个人真正。安尼几粒要经验，伊听了安尼样，所以安家做往上的两条配单，真正好的配单，往啲用的配单，伊再看到这个配单，点无点伊入去迄个房间，到啲顶面迄个顶面伊下咧配单，做啲啥厝顶啥，像讲物件袂加漏，像讲这个厝下的物件袂加漏，伊做不大的位，嗰一条伊下啲个厝。伊厝本有关系，伊有请回乡去请去保湿，了迄回乡来归街所在，伊下咧顶面做啥啊？伊做不大为安尼，厝底在个厝顶上做这个司令安尼，了直接往去啲不大去这个完啦，看到这个副的房间，这个陪单我是好这个。Brahmin 安怎会来大啲布达为房间，了伊问布达最好诶，伊讲是咧 Brahmin 吼。哎呀，这个 Brahmin 安尼大量，安尼我可以这个陪单一本在保湿，然往上呢4只枪，4只马，4个大波杆，4个查某杆，大波杆，了4个钢蹦。可以想做昂嘅咧，想讲你去修理地座下面，然后石瓦，所以随便好嘅人，自己不大讲耶稣。你知啊，这个人，伊头一家就要保湿，伊无保湿；第二家要保湿，无保湿；第三家保湿，伊嘅功德随说，伊谈死，咁了四行，不大讲。若是讲伊第二家会保湿，伊功德色一摊，随说伊会摊8个金崩，8个马，8个枪，了大项8。伊讲若是头一家伊随上爱随爱保湿，伊会摊16个金崩，往个上16个金崩，16个马，16个枪，大项16。所以这边武大就这边贴来讲。这个什么啊？杀生咖喱缸甲阿生咖喱缸，主动发起的真正强。你看，若是讲说要谈16个金崩做者，16个福干家做者，这个就是讲第二点是中度的，要谈8，特别伊的是第一拉讲的，要谈4。所以阿生咖喱缸甲杀生咖喱缸啊，就讲主动家己起的，也是讲人招入来。清查伫这边，所以你人看有当时，像一个安迪干无点伊讲，这个正月初我要保湿，伊家己想我要保湿，然伊讲你来爱公司无？若是这个人听到讲我爱公司，我爱莫那卡路，这个本是叫做主动家己发起，特别的主动，或一个家己想到的，伊功德较强。特别第一讲我朋友听，这7号7的是我要保湿伫16月，你要来无？我要来，随我买。伊本是叫做三条筋，特别伊3条筋输3大毛迄个查某，因为迄个查某家己主动想着，这个伊招着本是袂使叫讲啊，杀生甲你讲，伊是阿生甲你讲，就是伊家己发起，听到讲保湿呢，伊讲我要参加。这个就是好，特别有的人去招伊，我嘛知互你知，这个就是叫做杀生甲你讲一过上，功德清查伫这边，所以有人看白白的保湿伫这边清查，而且哈密说我保湿，
我嘛是开老伯，伊嘛开老伯，后面所以去出世做太子，了后面所以去出世做天顶，伫这边清查啊。咁第三点呢？第三点啊，这个人，这个就是讲伊报时啊，就是讲伊用行动，特别那是心想本下，心想，你看这边我讲一条第故事，忽大啲树长卡，一日下晡啲讲经。即只卡达布鲁大啲咧坑嘅位，即树头有一个坑，安尼即个卡达布鲁啲声，即个声真正是特别嘅声，讲起来声，武打逐个讲经啊，水情人，树安都讲经，你看到用麦一个解了，武打无用一个麦解了诶，特别武打讲经啊，水情人，明听解了。所以武大的声是特别 special， 所以这个甲达不如听呢，这个声无像啊平常人的声，那甲达不如声无像啊平常人的声，这个声人讲是武大的声，武大的声是安尼，所以下遐直直听，武大的声，这个是脑条筋会好，一直叫做。心口心，这个心的能够心的形，那么一笑，伊无嘴无讲话，脚手无做，伊个就笑呢，你看伊知讲，这个是武大的声。了讲虾米我唔知，伊无地位，特别伊无地位，伊欢喜爱听，说真正好听，了。伊家己发起来讲，一个啦是武大的声，这是叫做阿三甲你讲，所以这边安尼啲关学来好听，特别讲虾米我唔知，特别真正好听。一个人也查拄伫咧坑落去，伊个意思想要摕咧查，了要摕挖进去咧查，要摕进去咧查，这拄落去，甲达不如随死，所以死的是脑条筋。脑条筋，伊无贪无钱无钱，虾米物件做伊来出世做甲达不如，因为正时伊要出世的时，伊有贪钱痴，有入着这个三毒，伊才来出世做禽兽。今日伊做禽兽，伊去关，无贪无钱无痴，啥都人听经。你甲达不如伊唔知讲虾米经，特别伊听好听咧呐。所以你人来听知讲这个是。是安怎刚才就讲about因果的事，所以人呢就叫做有地位，就是无贪无钱无痴。若是讲今日主持都伫听经，安尼伫关伫听，有人唔通办当啦，家厝顶架楼碰得，这是有人啊。对开的点是啥物？三条筋啊，香草是人，较济是天顶，因为他们是伫听经。所以咱唔通讲，千岁讲，所以这 BBA 啊，用你讲厝的多门啊，这是咱是批评呀，所以这边你看，钱甲无钱来讲，这样想，唔是钱是钱的钱，唔是讲啥丢开，那这较欠涉，他们唔甘清查伫这边因果。那第三项第三款呢是苏门那沙个当。那为拜有当阿桑加里讲，这个就是啥物？第三点你做好的时，欢喜爱做，特别无相信因果，安尼主动家己发起爱做，这个就是像我批评啊呢，像个一个家庭啊呢，伊个查某人爱去做爱去报事，安尼伊个查甫人真正少一无。特别伊个查某人呢，知讲报时好，伊个查某人三条筋，欢喜爱报时，了知讲报时是正确，and then无人介意家己爱做，了伊个查甫人呢，安尼少无，伊呢欢喜就话我要去报时，我本来去对去啦，放花车，我载入去好欢喜，这条是欢喜一项。特别无相信因果，你无相信因果咪，伊去暗较好过伊去跋筊啦，
咱无在一起暗，伊他就是白鸟哭较惨，靠我在一起暗，所以无虾米相信。伊这边是讲波斯是好政府，伊无相信，但是伊欢喜，伊主动发起，伊无叫讲你载我，伊讲我载你好无？会使我载你去啊！伊留着，你看伊看伊无欢喜，伊不欢喜，但是伊无相信因果，伊无相信因果，所以无是三个金，伊这个大波人两个金啊。and then 这个第四点呢，第四点什么啊？想了呢，但是这个伊无家己讲啊，我载落去，也无讲要载我去呗。哎呀 ，OK， 我载落去，一前一下，这又想打 break 一下，这是第四项款。但是欢喜，你一笑也无讲，你载我去好无？好，我载落去，但无水水好啊，你只笑话。OK 啦，我载落去啦。所以前，所以这个书第四号款，第五号款呢？是有个人等保死，我才真正一个人保死，大日保死，大日起来煮，你讲留着无留着啦，忙做啦，这个是做啦，伊无欢喜心，这个是关键的。有个人讲，哎呀，是我喏，你讲保死就要有欢喜心，照顾我保死了，我心正。我讲唔是，这个唔是唔好的，这有别家是关的，有别家是安尼的，做甲比关系心。啊，那是关系心安尼啊，心平啊，什么意思啊？要离开点啥，伊家己浮起来，安尼虾米说咧心关系要做好。古时我讲的，古时我少年的时爱打麻将，自己无麻将，我是拍病。安尼虾米说，叫红拍一百，关系心了无麻将，通知到我规身躯坎坷。这看来伊这个人安尼款的人啊，大家去做甲变关系啊，正去了。正去你叫讲免做，你看有安迪来讲，是我喏，一礼拜我无治我坎坷咩，无趁保险，无趁啥物啊？这个是伊入的 automatic 的心，安努西亚，不大讲入的安努西亚，把这个定开的点啥是这安努西亚浮起来，睇下后个礼拜你听讲要定开的点啥，虾米物件就浮起来，你关系伫做物件，所以浮起来，这个真正稳了。所以这个是第五个，最后个就是讲有别家三个当心平，那三百有当一知做好是对，就要做直做。第三项三家己讲，大家automatic直做的，这个就是偏啊这个第五甲第一啊，照算这个第五较悬过第一。第一个是万你家己要做好啊，留住。所以我要做马仔要保持，马仔我要煮牛奶，我要煮鸡人牛奶，我买煮这个长人牛奶，我要煮鸡人牛奶，吹鸡人润巴好啊！伊个想留住要做这个 special， 要做个 special， 伊欢喜，但是第五个是做甲 automatic 了，无欢喜，伊唔是讲无欢喜，即使未无欢喜，伊垃圾正想啊，做安尼本是想，就是叫有别家，管理有别家，第六本是想。第六特别啊，一做个关系，一做 automatic， 特别特别人叫伊，来啦，参加，好啦，我参加，我唔知有闲无，OK 啦，参。伊爱做，伊心无讲真正欢喜，伊心平，特别你要叫伊参加的时，我想者，伊过想者，所以有 hesitation 想讲伊有。我讲想摩托车打不离淡薄啊，第六、第七个有别家三个当一心平啊，那礼拜你讲无相信因果三家你讲automatic 家己去，这个三家呢，这个查某伊常常爱保持，然后捌着一个 boyfriend 来看。boyfriend 伊叫伊看伊 girlfriend 去保持，伊讲 this girl 常常要保持，戆鬼，我要叫伊去看伊讲要保持，所以伊无相信因果，特别伊看since这个查某爱，我毛拿你5块，伊毛拿5块还是10块，伊唔是讲爱个功德，还是再讲有因果，伊
伊是讲要摕你查某诶心，所以即个就是讲啊，伊 automatic 主动野出来即个雷来保持，但是伊无相信因果，了伊心是平平诶心，即个本是五条件，无贪无嗔，无有无耻，安尼阿咪说伊无相信因果，讲即个我 girlfriend 都做下伊做啦，唔知做下咪我唔知啊，即个就是讲第七个，第八个。第八个就安尼啊，佫无要紧啊！伊看伊个 girlfriend 去报事，像他那伊无讲家己摕你厝，伊 girlfriend 甲伊讲，你爱无拿淡薄无？无拿，啥物事叫做无拿？公司啦，公司啦，公司啦 ，OK 啦 ，OK 啦，公司淡薄，伊就不让没人答应，伊才行。一心无发欢喜心，拉萨应酬安尼，所以即个第一难明，即个五条件无力的五条件。他等后礼拜六看我贴白讲，三个件五个件出事安怎让他那知查做啥物物件做好修改，本是上修改，他那乱修改，就叫你来修啊！即个高娘子叫我修。啊，高爷子叫你烧，然后一叫你烧时，你随时来，我甲讲听台啦，我想看到声，无力。若是讲啊，你要去倒咯，我要去修改，我要来，啊，无想伫这边人看啊，做你看我讲这第八只无力你看，这个不知当啥一个呢？要惊心不甲了，直直保持不到，伊无，安尼即个马做马，真正咕噜咕，无欢喜，淡淡讲，你人自己敢这无食去煮互回家有食啥物，无讲啊煮互阿妈食，就煮互回家有食，戆鬼你人，所以安尼哦，无相信，了惊淡淡靠近阿妈，唔通安尼讲，我不能顾虑，甲你即个我人保持是正好。整下咪学啦，整阿无单讲有通食，整伊个学，再食下咪学，无相信，了囝真正好，阿妈你唔通安尼讲，一个武大细干部，真正坎坷拄着，才是做好，了又囝起暗，一类都无参，伊个真正讲戆鬼开即个无影无食类，了买来起暗要开幕的是阿妈即个暗你不买参，了无要紧，大家你渐渐地嫌我人，唔通做安尼讲地，无好阿妈。做三顶啦，你手工做的物件，你若是买出类，你找啥物物件，唔使开你啦，你去做淡薄来参加啦。所以老人啊，佢今啊一类较大个牛车辆，伊安怎做啊？伊去找咧空笑的毛啊，等你空笑人咧叫人家咧搞啊你啊咧毛夹老，要插起一摆，像花干了呢。啊，一做这个那这个我也保湿，唔使开水啊，真正使啊。人去暗开到几10千亿，这个叫咧空笑毛百一摆了啦，这我保湿，惊本接受，阿妈会下落。讲这安尼伊无做半项好，伊无做出事做无鬼，安尼无功德。但是你讲无功德，要空笑毛做诶无鬼另外长毛真正长，伊个毛长了卡个上古无穿衫裤，伊毛砍开了，伊个上古人看袂着，所以即个物件你看，安尼啥物事啊？这个是地白诶，做好地白。这阿咪无欢喜心，无相信，嗰就拖阿妈喂到人啦，做三顶啦，你咪出类啦，出淡薄工，你做嘅工，所以这是啥？第一，咱嘅好，一摊出事做无鬼，毛长卡咩上古，见小嘅所在看袂着，毛看见了。本时你看到毛长啊，你看了我看不是惊啊，走无路啊，所以这个。八点的好啊，是真你人家己想，做啥物好你人分开，你人也是要分开，你逐个做的物件环境，但你这个因果先来咯，个个一个字，
这个因果真正来咯。这个8点的好路做，无贪无嗔无痴是上3个斤，无贪无嗔，甲你有愚痴是2个斤。这个8点啊，8日是要带咱去出世，这个是叫做人啊甲干嘛？人人要出世是这个8点，若是做好的我无讲做恶的，做恶是后礼拜。这个8点要带你去出世，是这个好的。伊若是带你出世啊，是叫做人啊甲干嘛？但是这个8点啊，逐项有2号款的因果。你人我批评互你人听，啥今日你人啊，啥个阿姆，占无占？伊食着这个咸榴莲，咸榴莲啊，了阿摩丹真正入工啊，了后尾空地真正济啊，食了好饱，一直直栽，这个叫做真好的话，后尾系肥下面，所以要种啲肥地，种啲肥地了，结果伊看下面，结果伊看阿摩丹出的时食袂了。好白，女人生食袂了，伊老人到了食了，因为伊有逐项规矩，伊惊孙渐渐来看伊。阿妈喂，阿妈等食了哈，要去食哈，带去食。了阿妈喂，女人要食啊袂，我啦走口努力要食去食。因为这个就是我批评个人看，因为伊真做好。叫这个8日啊，加嘛，过一回日加嘛来是叫做日的加嘛，日的加嘛就是啥物啊？伊栽好物件，伊生好的果子，因为有这个好的果子，伊鱼啊趁看到好的物件，要惊孙渐渐来，要鱼啊渐渐来，目睭渐渐看到惊孙来，我孙来，我囝来，我媳妇来。佢再来唔是要看伊要来金台食，那么等个如人，所以伊是叫做好的孤身艰难着，让人去到边来碰了拍到对的孤身艰难着，所以伊趁看着啥样的物件，伊趁听着好的话，要来食阿妈的如人嘛那讲阿妈，如人无说互我食，安尼阿妈无食出来，阿妈喂如人食啊喂，头阿妈尾阿妈，要变分阿妈。这就是讲啊，因为伊做好，这个肉筋来，这个肉筋是目睭看到，鼻孔味到，嘴感到，下手望到才一般的孙较慢食，阿妈喂，你妈妈说乖啦，望你头壳啊乖，望到伊真正爽，听到阿妈喂爽，听到爽，看到阿妈喂，特别夹一卡拿来就夹不住人顶。不要紧啊，食，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啊，做好啊有2号款的因果。这个8项带你去出世，那是出世做人，好家人，就好家人，这个好因果。你开目睭，你大的厝，因为你有钱，你大的厝，你大伫山顶，开门啊，好个山就爽，你无钱，因为你做好无够。你去大啲咧叫做工地，开门啊看头尾果的味、臭味，就是讲伊孤身艰难的，我是叫做不但无叫孤身艰难，我是叫孤身艰难的因果。这个是不但叫阿黑度假无根的因果，无根的因果是啥物啊？这个因果是无讲无贪无嗔无痴起来，这个因果就是讲啊，no roots。无根的因果，无根的因果是肉根、肉梅，目睭看到你开门啊，香的，了因为你味道呢，尾咧淡叶栽咧花，开了味道香，这个栽 rose 什么 rose， 味道香，听到爽，因为有味大家行有，香菇当着伊这个爱讲，有咧爱讲，这个爱讲。这是肉筋的享受，所以这个8个，但嘛我就讲这个8个好的因果啊，什么那啥个当这人听了人分开看，伊逐个都对来，不想讲咱第2项，这个肉筋真正快乐，这个肉筋的快乐就是讲，
无金的因果，这无金的因果就是叫大人咱的因果。咱来出世是两款因果，一个因果是带咱去出世，一个因果倒骹手，一个倒骹手啊。就係講倒骹手一個好的因果。若是你做惡，你去出世做禽獸，倒骹手的因果本無好，禽獸佫無通食，佫無要緊。較緊伊個像講禽獸是講戇大，但你唔好的因果，你去大着。像講做一出世，咱係講一隻狗，你再出世做狗，蝦米事？你對佢講聲是有貪，有三毒入啦，有貪錢我唔知，但你有一個毒還是兩個毒入，就入了你去出世做狗，大人嘅因果個倒骹手倒入咯，你去出世做隻頭家入嚟白，你阿毛管無啥樣咯，白了無要緊。對，食過互你講食青菜互你食，人就是講好嘅，伊就是講嘅，眼也做狗，大人嘅因果啥物啊？你去出世就好嘅頭家買牛肉互你食，然後互你大，你破病伊個帶你去勞工家開你，一個若是講臭因果，你頭家無啥樣咯。